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黃曉丹老師。今日又到咗我哋嘅《論語》時間啦。我哋今日要學習嘅係《顏淵篇》第16章。我哋一齊嚟讀一讀啊！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君子指嘅係有道德修養嘅人，小人指嘅係品德低下、心胸狹窄嘅人。成即係幫助或者成就，美呢指嘅就係善良、美好、正當嘅事，而惡指嘅就係邪惡、不正當嘅事。成句話嘅意思就係，君子呢會幫助別人完成善良美好嘅事情，而唔會去助長人哋嘅惡行。小人呢正正就相反啦，佢哋會助長人哋嘅惡行，但係唔願意去成全人哋嘅好事。呢句說話其實係將君子同埋小人去進行對比，都係一種道德行為嘅判斷標準。君子心存仁義，見到人哋做好事嘅時候，會真心咁樣去支持、去鼓勵、去幫助別人，因為佢哋知道社會係需要善良嘅力量，每個人都變好，成個社會先至會變好。君子呢係唔會因為利益去幫助人哋做一啲壞事㗎，因為佢哋有原則、有底線，佢哋懂得去分辨是非。成人之美唔單止係一種美德嚟㗎，佢仲係一種行動，佢可以令到我哋成為更加好嘅人，佢都可以令到呢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孔子用一句說話點出咗人格嘅高下之分，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喺日常生活中成為一個君子，做一個成人之美嘅人。最後，我哋再一齊嚟讀一次啊！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。好，我哋嘅分享就到呢度結束啦。今日記得返屋企同屋企人分享並且簽閱啊！拜拜。